各位爸爸媽媽，各位叻叻小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歡迎來到 Wings Education， 等我哋一齊激發小朋友嘅自信心，展開愉快嘅學習旅程啦！今日我好開心同大家介紹我哋嘅王牌 Trinity GESE 備試課程。呢個課程專為 Grade 1至 Grade 4精心設計，啱晒3至8歲嘅醒目小朋友㗎。想像下你哋嘅小朋友可以充滿歡樂同自信咁開口講英文，係咪好正呢？喺 Wings Education， 我哋好明白，對於3至8歲嘅小朋友嚟講，學語言絕對唔應該係一件苦差。相反，學習應該好似玩遊戲，探索新事物同結交好朋友咁開心㗎。大家可能會問，究竟咩係 Trinity GESE？ 佢全名係 Graded Examinations in Spoken English。呢個係由倫敦聖三一學院創立，全球認可嘅國際級考試嚟㗎。佢專為好似你哋咁叻嘅初學者同幼兒度身訂造。最正嘅係咩？就係100%全口語交流。小朋友會同專業又友善嘅考官進行1對1面對面輕鬆傾偈。等我哋講下 GESE 嘅獨特學習方式啦。無需閱讀，無需寫作，淨係傾偈。GESE 點樣幫小朋友建立自信？就係完全拋開讀同寫嘅壓力，唔好再諗以前嗰啲死背 grammar 練習同默書啦。相反，我哋純粹評估小朋友最自然嘅聆聽、理解同溝通能力，真係只有 listen and speak 㗎咋。我哋會跟住一個自然流暢嘅學習步伐，我哋會根據小朋友嘅年紀同能力，設定循序漸進嘅目標。Grade 1，我哋會講 Hello， 學下顏色、20以內嘅數字同埋可愛嘅動物。Grade 2，我哋會探索 My Home， 傾下屋企嘅房間、寵物、家人同朋友。Grade 3，我哋會講下 My Day， 包括日常作息、天氣同埋空餘時間做咩好。Grade 4，我哋會擴展到 My World， 傾下興趣、買嘢、返學同埋放假去邊度玩。我哋點樣確保小朋友學得開心又成功呢？我哋專業嘅 Trinity GESE 課程結合咗4大核心支柱，確保小朋友可以輕鬆、好期待咁準備考試。呢4大支柱就係100%外籍母語導師、系統化課程、故事化教材同埋真實模擬考試。第一大支柱就係我哋100%外籍母語導師，佢哋提供最地道嘅英文語境，幫小朋友練出自然嘅發音同語調。老師們受過專業訓練，好識得鼓勵比較怕醜嘅小朋友。仲有呀，平時同開外籍老師傾偈，到真正見到 Trinity 考官嗰陣，就自然唔會驚啦。第二大支柱係系統化、循序漸進嘅教學。我哋唔單止係傾偈，我哋仲會幫小朋友打好穩固嘅根基。每一堂都會針對 Trinity GESE 嘅特定要求，好似流暢度、文法、發音、聆聽同詞彙咁，將呢啲知識巧妙咁隱藏喺好玩嘅互動遊戲入面。第三大支柱就係小朋友最鍾意嘅故事化學習，同門蛋教科書講拜拜啦！我哋嘅教材充滿豐富嘅故事、生活化嘅場景同埋色彩繽紛嘅詞彙遊戲，小朋友自然會深深愛上。第四大支柱為我哋帶來真實模擬考試，做到考試當日零壓力，因為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嘛。我哋會舉辦輕鬆友善嘅模擬考試，等小朋友清楚知道大日子當日會發生咩事。你只需要練習主題，同老師傾下偈，然後贏取獎章。咁樣我哋嘅自信心爆發計就會由好緊張直線上升到 ready to go 啦。所有呢啲元素結合埋一齊，就創造出我哋好神奇嘅自信循環啦。第一步，我哋會透過系統化課程同豐富故事打好基礎。第二步，我哋會 immerse 同外籍老師互動，練出自然流暢嘅對答。第三步，我哋會 rehearse， 透過友善嘅模擬考試，徹底消除恐懼。因為每個小朋友嘅學習方式都唔同，所以我哋提供2種超棒嘅學習模式。
大家可以根據小朋友嘅獨特個性同埋屋企嘅時間表，揀選最適合嘅模式，無論係 online 定 offline 都有得揀。係時候為小朋友揀選佢哋嘅學習歷險啦。網上課程1對1專注教學，每堂45分鐘，最適合想有高度個人化指導，最多開口講英文時間，同埋想時間安排彈性啲嘅家庭。實體課程4人小組愉快學習，每堂45至60分鐘，好適合想有同伴互動、社交學習同埋一齊玩合作教育遊戲嘅小朋友。喺 Wings Education， 我哋深信呢個唔單止係一個考試，而係培養小朋友一生對英文嘅熱愛。考到 Trinity GC 當然係一個值得驕傲嘅里程碑，但係送一份鍾意英文嘅禮物俾小朋友，先至係一個可以持續一世嘅精彩旅程。所以 Let's start the conversation。 各位爸爸媽媽同叻叻小朋友，好歡迎你哋加入 Wings Education 呢個大家庭。今日就幫小朋友預約一個入學評估，留定位參加我哋即將開班嘅 Trinity GC 備試課程啦。我哋好期待見到你哋發光發亮呀！